去街市、去超市買菜，大家都係家常便飯啦。但係咧玩自駕遊咧有個福利咧，就係當停喺一啲農地隔離嗰陣時咧，我會問下嗰啲農夫，喂，可唔可以買啲菜俾我啊？咁樣啊，路過一啲街嗰陣時咧，其實係有啲人咧係買一啲真係成個頭、成個身嘅肉類喺度啊，真係都可以話都係好鬼新鮮啊！咁呢啲真係咧自駕遊咧先至可以體驗到好難忘。咁啊，亦都教下大家啦。其實咧揾啲細嘅農田咧，嗰啲菜咧就最正㗎。點解啊？睇翻我啲視頻啦。如果你喺雲南唔行高速公路，好似我咁行一啲鄉道咧，哇！包你咧喺個雲南山區嗰度轉來轉去、轉來轉去都走唔出呢個雲南㗎。呢個係一個好難忘嘅體驗。其中有一晚亦都係去到7、8點入晒黑啦，都係未離開到個山，變咗我喺個山上面一個飯店咧門口就泊架車，係諗住一個過夜啦。咁但係飯店咧嗰家人咧對我好好喎，不如話你入嚟我屋企瞓覺啦，仲俾個房我。咁啊嗰啲鄉村地方我就後來都揀咗喺我車度瞓，但係佢哋咁熱情嘅招待咧，實在好難忘，好有人情味啊！不得不說，中國嘅高速公路真係頂呱呱，好壯觀。如果你真係自駕遊經過中國嘅長途高速公路，你會見到係非常壯觀，可以經過無數嘅隧道，亦都可以係好寬闊，四線落四線上亦都有。就算好山區都可以拉直一條嘅高速公路，即係你會睇到其實中國係投資咗好多去起呢個高速公路，令到全中國咧打通呢個嘅公路網嚇，真係喺旅程之中呢3年之中，我試過3次係超過連續1000公里去揸車，最勁嗰次係2000幾公里，哇！嗰次係由黑龍江一路揸到去外蒙，啊，感覺真係非常難忘啊！3年自駕遊，其實我好少入景點，除咗而家都好商業化收費之外，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好多人。好似而家見到呢個畫面，張家界落山，你最少要排5個鐘頭咧，你先至去落到山。北京我已經係第4次去㗎啦，哇！前3次都唔係咁樣，但係到今次第4次咧，人多到咧就真係咧不停去逼，不停去推，好恐怖。呢個難忘嘅體驗咧，係最多人唔明白同埋誤會我嘅。點解我可以喺車度連續瞓30日唔入酒店呢？咁好辛苦？其實唔係㗎。去到第3年，我個車嘅裝備咧已經令我瞓覺瞓得好舒服。各類煮飯啊，包括車裏邊嗰啲冷暖氣空調啊、空氣過濾啊，係好好㗎。你俾我入酒店，未必揾到咁好嘅地方。我寧願瞓車都唔想瞓酒店。而且我喺車度，我中意停邊度就邊度，中意喺邊度露營就喺邊度，係好開心，唔需要下下去揾酒店。呢個難忘嘅體驗，希望大家睇我多啲視頻，慢慢明白啦。能夠從中國邊境進入鄰近國家個感覺咧、體驗咧，真係好難忘。俄羅斯就係一個例子。中國係一個東方文化城市嘅國家啊，但係原來一過咗關之後咧，一個歐洲就出現咗喺眼前。哇！即係我感覺咧好奇妙啊！哇！乜原來隔離就變咗另一個世界咁樣啊！咁啊真係好開心，感覺好正咯〜
3年自駕遊，危險路況手推老窩啦，成段路都好爛，哇，都好驚撞到個車底，冇人識得維修。中國亦都有㗎，好似呢次入咗深山，哇，真係好驚呢架車呢跌咗去側邊嗰啲位置，跌咗唔知點救返嘅。即係呢啲係可以講得上係自己嘅失誤，唔應該行呢啲路，但係亦都係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咯。今時今日最珍貴嘅係人情味。我去到貴州嗰陣時，有一晚就完全感受得到。嗰一晚呢，應該係貴州嘅鬼節，加上我又誤入咗一個漆黑一片嘅鄉村，完全迷失路，彷徨無助嗰陣時呢，好彩有村民救咗我，仲請我食埋飯，然之後先至送我返出去。真係十分難忘，十分感動，好多謝呢家人，多謝你哋。老撾係另外一個國家，能夠揸住中國嘅車進入另外一個國家，感覺當然係非常特別。過關手續雖然好繁複，但係咧，真係入到老撾之後咧，你會感覺到咧，完全係另一個國家嚟㗎。佢近似泰國嘅文化，咁你路面咧亦都係可以話得好差。老撾亦都好窮。總之呢個旅程真係畢生難忘。我哋南方人習慣炎熱嘅天氣，梗係未試過喺-20°、冰天雪地長期生活啦。哇！呢個體驗呢，真係感慨良多，根本就係一個雪櫃裏邊生活。哇！呢啲人生一定要試一次，但係亦都可以講試一次就足夠啦。以上就係3年以嚟難忘嘅自駕遊嘅體驗。咁如果觀眾有興趣想睇返裏面嘅詳細內容，都可以睇返我之前嘅視頻，就可以睇到晒㗎喇。